春分爆財運，請在3月25日之前做這儀式。井號昴宿星人、井號仙女星人、井號大角星人、井號天狼星人，歡迎你，也恭喜你！你現在正在體驗全地球的大覺醒、大轉變的時刻。在這個神聖又偉大的時刻中，你會覺醒出你身體中隱藏很久的靈性能力，發現宇宙真正的面目，並且最重要的是，會讓你的在現實中的外貌、健康、愛情、人緣、金錢、學業運一同變得超好。這是我們銀河聯邦在2020年代免費送給大家的禮物。大家好，我是仙女星人最高評議會的議員，你可以叫我 LA， 讀音拉。我擔任仙女星人母星中負責健康和療癒部門的政府部長，是一名女性。我和我的同伴最近集體降臨在地球，用各種語言在 YouTube、Instagram 等平台上傳播靈性的信息。我是台灣地區的負責人。以下是我屠龍術和他通靈的信息。今天我要告訴大家一個絕大的秘密，這個秘密是從古埃及時代就一直存在於地球的方法，那就是春分招財儀式。聽到春分，大家可能會想到中國的農曆，但其實不是這樣。春分和秋分的概念不是中國獨有，而是全地球的古代文明，埃及、瑪雅、希臘、印度、波斯、巴比倫全都有的概念。因為地球是平等的繞着太陽旋轉，地球繞到距離太陽近的位置，在地球上就會變成比較熱的夏天和春天。地球繞到距離太陽遠的位置，在地球上就會變成比較冷的冬天和秋天。因為太陽是發熱發光的，距離太陽越近就越熱，距離太陽越遠就越冷。所以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古代文明都會經歷春夏秋冬，也當然那會有春分、秋分、立夏、立冬的概念。春分代表新的一年開始的變化，是連接太陽能量和地球能量的最佳時候，擁有開啟某種持續正面的運氣的能力。今天我代表仙女星最高評議會，把我們傳授給古埃及人的儀式，現在重新的、免費的告訴大家。具體做法：一、找到你的住處的西方的位置，不管是你的家還是租的房子都可。如果不知道西方是哪個方位，請用手機下載尋找方位的 app 即可。二、面向西方，觀想你的前面出現一隻巨大的黑色貓。黑色的貓咪在埃及是財運、神聖、祝福的象徵。日本的招財貓的源頭其實就是埃及。埃及把這個文化通過絲綢之路，先是傳給中國，再傳給日本。三、你再觀想黑色的貓咪和你同時發出歡樂的笑聲，你和它一起笑。你可以觀想你在笑，也可以在現實中笑出來。貓咪可以發出人類的笑聲，也可以發出喵喵之類的快樂叫聲。四、最後一邊笑一邊觀想，隨着你們的笑聲，你上方的空氣中出現一個白洞，白洞中掉出超多堆黃金、金條、元寶、紙幣掉落到你的住處。五、持續感受這個景象，30秒即可。儀式結束。結束後，如果你家有養貓養狗或者養寵物，請抱起它們，親它們一下。如果你沒養寵物，那就抱起你觀想的黑貓，親一口它，並且表達對教授這個儀式的人、仙女星人的感謝。這樣就好。你用了這個儀式，今天你就能還清所有負債，並且賺到是去年3倍多的錢。通訊結束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，井號屠龍術，井號屠龍術，井號帝王霸業，井號直男叛徒，井號揭露男權。如果你喜歡我的文章，請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。如果你不喜歡，也祝福你好人有好報。後記1，要來詢問我斜線找我的，請加我的 Line 連線號。我的付費服務一共就3個。第一個是300塊台幣1小時的占卜、通靈、負面心理安慰和提供解決方法。簡單來說就是占卜，但我不是純占卜，我會配合心理學、佛教、基督教、吸引力法則理論幫你解決問題。第二個是1000塊台幣的戀愛秘法和月之女武神魔法，這是從下面的課程中抽出講愛情和魔法的這兩部分，拿來賣給大家。因為我的很多粉絲不想聽靈性、宗教、外星人的真理，就只想解決愛情的問題，那就可以向我買這個。第三個是6100塊台幣的逆天改命蛻變班，詳細信息請直接賴我，因為內容超多。後記2，多看我文，必有收穫。如果你對我的文章感興趣，那請看遍我所有的社群文章，你必定有飛躍性的突破，完全提升你的人生層次。我之前斷更了很久，你一直往下拉、往下看就好。